廁所咧，你開啊！我個相機點解睇唔到呢兩個窿？唉，算啦，用木啊，用木刷睇算。你做乜嘢啊？我都未睇住你。唉，得啦，俾你搞到我。就咁。嗱，如果你冇走嚟走去，就瞓下。有啲優惠。喺對面食飯啊，波波啊，波波嗰度係餐廳嚟㗎。波波嗰度唔係餐廳。你幾攞 WiFi 啊？嗰度買 WiFi。有嗎？就是這個。新口罩。新口罩。哇！調轉啊世界！